大家有冇試過朝早起身嗰陣伸個懶腰？係咪覺得好舒服？呢個其實就係最簡單嘅拉筋伸展動作啦。小朋友平日做早操或係唱油堂，一邊唱歌一邊扭扭腰等，都係伸展動作。睡前拉筋伸展運動可以幫助自閉症小朋友改善睡眠質素。點解拉筋可以幫助瞓覺？好似我哋做咗成日嘢，全身肌肉都會好緊張。拉筋可以幫我哋放鬆啲肌肉，令呼吸慢啲，心跳平穩啲，減低壓力，平衡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兩個系統嘅運作，促進身心放鬆，進入睡眠。拉筋伸展仲有咩好處？可以幫助建立親子關係，改善姿勢，增加身體嘅平衡同協調，令身體更加柔軟，減少受傷機會。小朋友年紀細細都啱做拉筋㗎，最緊要係揾啱時間同方法，等小朋友放鬆心情，為瞓覺做好準備。伸展活動海報入面介紹咗幾個可以喺屋企做嘅伸展動作，鼓勵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做。做拉筋伸展活動要注意，唔好勉強，量力而為，慢慢做，唔好急。有時小朋友做得太快，反而會越做越興奮。家長要陪住佢哋，鼓勵佢哋慢慢深呼吸，維持伸展嘅動作。做之前要留意四周環境，最好可以喺瑜伽墊上，或者具相當承托力嘅床墊上做，要避免伸展嘅時候碰撞或者跌倒。家長亦可以較暗燈光，播放柔和緩慢音樂，幫助小朋友進入狀態。